呢個閪佬攞現金買嘢，出邊有兩個爛春袋夾住，兩隻柒頭問佢借啲錢使下，個閪佬怕麻煩，俾咗錢包佢哋，點知佢哋仲要攞啱買嘅首飾，屌你啦！呢個買俾隻乸噶，即時焫起佢把火，兩個肯定冇睇過田螺嘅電影，夠膽老笠佢，打到兩個爛春袋閪咁，翻到屋企幫老婆帶起身，瞓到半夜隻乸話肚餓，田螺去美宜街買嘢，埋單先發覺冇袋銀紙，點都諗唔到行開咗一陣，個老婆就釘咗一屍兩命嘅陰公。第日幫隻乸做法事，老友記子蘇嚟睇佢，差佬查過話老笠，但田螺唔信咯。子蘇叫佢去泰國道場幫手，田螺家下煩到閪咁，邊有心機？佢淨係想報仇，好快就抄到老笠佢嘅爛春袋。呢次冇再錫佢哋，直接就殺咗兩隻閪仔。田螺暫時冇嘢搞，去咗泰國，諗住重新開始。第二朝同人比武，兩個一開始玩玩下，後尾俾蒜頭中咗一錘，田螺開始發爛渣，打到佢閪咁，加上死咗老婆，心情唔好，直到子蘇攔住佢先停手。你哋玩閪埋佢啦！一個人去飲悶酒，有個腎仔撞到佢，對唔閪住都冇句，仲笑鳩佢。田螺又攞佢出氣，又有兩個腎仔做嫁倆。雖然佢哋好渣，但係真老友，起碼朋友有事夠膽喐手，最多一齊瞓醫院咯。第二朝輪到田螺摘水果，蒜頭話等佢嚟，佢就翻去瞓覺。點知蒜頭俾人冧咗，睇啲傷痕同田螺老婆嘅一樣。子蘇話緬甸有個閪佬叫指天椒，係個毒販，生意做到好大。蒜頭嘅傷口同佢嘅武器好似，好可能佢就係兇手。田螺諗過決定去緬甸，出發前子蘇俾咗張地圖佢，有啲地方收埋咗架撐。眨下眼田螺嚟到緬甸，佢唔係先住酒店，而係去市場買咗啲無厘頭鳩嘅嘢，同司機講包佢架車2日200蚊美金。隻閪佬含鳩都冇咁歡喜，帶佢去5星級酒店佛山賓館。田螺將啱啱買嘅嘢嘰嘰搞搞，整咗啲武器出嚟。夜晚去酒吧 𥄫 下，有個閪佬話有筍嘢，冚家產原來係毒品。田螺啜咗啖上晒頭，佢問個閪佬識唔識指天椒，對方話唔識，又嚟咗幾個爛春袋，估計又係想借錢使。田螺就算有啲暈暈地，一樣砌低班撲街仔。呢次個閪佬知驚啦，佢話個個都識指天椒，不過冇人見過佢。跟住翻咗佛賓，佢仲嗨緊，點知棟門俾人撞開，幾個揸槍嘅保安仔入嚟，田螺3兩下砌低幾個，門口嗰個最慘，中咗一腳，仲有好多保安仔嚟緊。田螺一路殺上樓頂，最後都係唔夠人惡，俾班保安仔捉咗，帶咗翻去派出所。所長鬥士問佢點解要揾指天椒，唔肯講就用燙斗辣鳩佢。田螺舒服到瞓着咗，俾兩個保安仔拉去監倉。隻閪佬突然醒翻，搞掂兩個有牌爛仔，換咗套衫出去。其他嘅保安仔睇緊鬥雞，冇人理佢。田螺去咗鬥士辦公室，一嘢撻到佢閪咁，隻柒頭驚到閪咁，乜都爆晒出嚟。田螺搞掂埋佢，出邊個司機嘈生晒問攞錢，條差佬煩到閪咁找咗條數。田螺偷偷上咗車，就咁出咗派出所，要司機送佢去河邊，再坐船去叢林。當晚田螺就喺叢林過夜。第二朝有幾個揸槍嘅馬仔埋嚟，隻閪佬即時匿埋，4條契弟喺附近搜索。田螺搞掂佢哋，執咗啲裝備，去揾到地圖上邊嘅標記點，挖咗個木箱出嚟，入邊大閪把貨，除咗冇嘅乜閪都有。到咗夜晚裝好把刀，着到成個忍者咁款。指天椒同隻馬捉緊棋，乜閪都唔知。田螺搞掂隻門口狗，又冧咗2隻馬仔，跟住炸咗間廠房。呢次指天椒醒水啦，後馬狗仔超出去 𥄫 下，田螺已經殺到超神。狗仔超同佢練過，條撚友食過2晚夜粥，同田螺鬥到旗鼓相當，尤其係腳法明顯扎過馬，不過打下唔係好夠力。田螺吉中佢隻腳，再一刀搞掂佢。終於見到指天椒，趕時間嗱聲開片。佢嗰條鐵鏈比較特別，田螺有啲蝕底，不過一陣間就摸清佢啲套路，劈咗佢一刀。指天椒舐咗嘢就出刀，兩樣加埋一齊有啲難嗨。田螺爭啲俾佢勒死，佢出盡飲奶嘅力搭鳩指天椒，跟住一刀斬咗個頭落嚟。搞掂之後翻咗泰國，子蘇含鳩都冇咁歡喜。呢個時候有個閪佬搬箱嘢入嚟，田螺見到把刀個符號好熟口面，同之前老笠佢嘅爛春袋一樣。呢一刻田螺乜閪都明白晒，所有嘢都係子蘇搞嘅，目的就係利用佢殺指天椒。一諗到老婆同未出世嘅 BB， 田螺嬲到閪咁。子蘇話依家有2條路，一係就合作拍住上，一係就今日有一個死喺度。田螺直接喐手，子蘇有本事開道場，的確有料，但係田螺更加勁咯，一腳踢咗佢入暗房。子蘇用刀，田螺用棍，兩個再打過，用棍邊揾到食啊？隻閪佬亦拿起把刀，兩個打到乒乒乓乓，仲好睇過鹹片。子蘇唔夠打就用2把刀，田螺一刀劈中個閪佬，佢都中咗一刀，兩個都舐咗嘢。田螺傷咗隻手好閪蝕底，佢見到殺老婆嘅武器，一嘢揈過去，監生勒死子蘇，終於幫老婆報咗仇。跟住開咗個箱，入邊係白粉，個仆街一直喺度販毒。最後田螺離開泰國，翻日本。